台南市议会拄主办完今年12月9号到11号全国地方议会议长杯软式网球锦标赛。15号下午由议长郭信良、加议员蔡洪全、李启伟、周丽珍、加蔡淑惠以及座位的议会干部共同召开成果发表。尤其这届选手之夜不但创下全国22县市议会同齐参加的纪录，而且佫包办各项比赛的冠军，将团体总冠军留伫咧台南。这届真感谢咱的所有的，包括人事室啦，各所有的那个各组的各成员，在我们秘书长和副秘书长领导之下很认真的将这次的活动办得这么的圆满而且佫用这届呢，另外拄咱杀出的10座的冠军的奖杯呢，全部拢留伫咱台南市已经足无简单啦那我们所有的努力和成果，我们会全部呢呈现给所有台南市的市民为了主办今年的2项比赛，台南市议会总动员不但让全国各议会充分感受台南的好客加热情。接续明年2项嘛将伫3月来举行，议长勉励大家追求自我的突破，希望会用继续拿下队史上第17座的总冠军。台南新闻引根采访报道。